实拢是咱讲命的啦，白白走一遭的吼，无意义。所以呢，今仔日学校呢有这个机会来遮学习，那么嘛是要讲遮这个老婆仔来学习咱守拜咱的精神。对少年到老，咱这个志无退，咱这个信心无退，这是互咱后辈咱这少年辈上好的一个模范，上好的示范。那么在学校嘛，希望讲，等到学校像咱这个年岁安尼，搁安尼遮诚心，搁安尼遮热心来听班来入班，啊嘛感觉互校的主女嘛讲，你嘛爱来听班入班，安尼真正是讲薪火相传，上好的一个工作。好，那么今日学校呢，照着这一个课题来到各位前台地做学习。这个课题是就咱两礼拜前就甲咱负责人以及各位提案书去泰国，来了完，那么好我准备一个课题。那么因为回来了后，搁头回做最好来讲我就就这个课题来做一个学习。那么今仔日就要讲的题目是骂人甲无个人。请我的人，那么定定讲世间的人安尼饲牛米饲拜人，遮尔济人，毋过真正在不咧看世间敢若两种人，安尼人，一种是逐工拢会困的人，一种是目睭紧紧逐工拢精神的人，一个是迷，一个是悟。那么咱讲什么叫做迷？迷就是讲伊来这个世间，伊毋知影为什么来这个世间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我唔知影我想要来这个世间呢，来这个世间嘛无人教我对倒来呢。那么真正无个人，伊是讲，伊来这个世间，毋过伊要找要回家的路，伊要找我要转去的路。一个唔知对倒来，一个知影要转去，安尼。那么在社会上嘛讲世间两种人，什么人呢？一种是活的死人。一种呢是死去的活的人，安怎讲？一种是活的死人，有的人活的，逐工食饭，逐工穿衫，逐工趁钱，逐工无闲哦。毋过伊毋知影人生来这个世间创啥，那像死去共款，对这个社会无贡献，对这个社会无帮助，无帮助搁赶紧，有的人搁安怎做歹心大行的代志来败坏这个社会的风气，来影响。规个国家影响规个社会，嘛是有安尼的人，咱讲伊叫做活着死人。那么另外一种人呢是死去的活人。已经过身啊。2000年、5000年、100年、200年，已经过身足久啊！按过伊活着，伊活的像咱个孔夫子，即摆学生囡仔，即摆读册囡仔，逐个拢读伊的册，不管是《论语》，不管是《春秋》，不管是啥，逐个拢读伊的册。伊虽然即个肉体已经过往啊，毋过伊的灵性、伊的精神，留伫即个社会千万年，伊敢死去啊？无啦，佫活的呢，无咱读过死的人的册要创啥？因为伊的精神佫活的。像咱观音菩萨，咱的迄个观世音菩萨，伊修炼已经身都已经几来年去啊，几来千年，几来百年去啊，敢是安尼？毋过咱即摆搁咧拜呢，观音菩萨，你着保庇我全家平安，你着保庇我安怎？观音菩萨，你着救苦救难。安尼搁咧家拜，安尼搁家迄个敬献，为虾米？伊虽然伊这肉